警察来了！站住！警察不要走！站住！不要走！不要走！站住！警察不要走！警察不要走！别走！在爪子？没有爪子。在爪子？没有爪子。叫什么名字？陈有余。起来！别上车！别爪子！刚才耍的。你耍哪个？走！我们担心关你民警，这是我们警察队。现在依法对你进行讯问，要如实回答我们的提问。那是啥子？大姐？我在这儿耍。好子说，耍？半夜三更靠耍哇？大山深山的你靠耍哇？没干成嘛？这个地方是不是你干的？这不是我干的。好子说。哦，这个不是我干的，这是李斌儿干的。李斌，他喊我去的，他开车喊我去的，我就是一个开车的。好久的事？赶紧说哈。这个好像是去年11月份嘛，他喊我开车到他们去一趟，在那个啥子黄金村啊，他们还带了两个石匠。通过审讯和侦查，知道了带头的叫做林斌，这个时候我们就感到很兴奋，要快速的抓获归案，追回被盗佛头。林斌地址有了。退后回来！啥子东西？赶住！别动！别动！啥名字？你说，李明。别动！你们不晓得？跑哪去了？不晓得。别动！老子。辉哥没认得。带走。好。